来继续来到台东市区，做过风台了后，有袂少的所在，表面看起来是平路，但是下骹其实拢是烂土烂土。岛民众牵狗仔出门散步，结果行到这个凤梨桥骹，这人甲狗拢落落烂土内底，规身躯拢是烂土糜。 人甲狗仔掉伫咧土糜内底，掠棒也是真食力。消防人员伫咧边仔指示因脱离。真无简单，爬起来狗仔紧掠身躯咻咻咧，后壁也未爬起来，主人搁互咻甲规身躯。来，都给我。然后，谢。 主人的下半身拢是土糜，狗仔嘛正做加比色，才是凤梨桥骹风台了后，台东市区也是真侪所在拢是土糜。所以昨天有一个已经被困住，你没有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对我明天在找。昨下晡5点半，野性查某人带狗仔来固定的路线散步，看头前有土糜掠准深度无啥，就豆豆仔行，想不到一踏落去，人直接落落到大腿，狗仔阁是底骹的品种是搁较歹爬起来，加在警消成功救援，搁协助清理。看一下有没有擦伤外伤？啊，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主人转来到桥顶，警消人员随牛血压，确定伊无外伤。狗仔互救出来了后，看起来嘛真欢喜。警消表示，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发生，顶礼拜5下晡同一个地点，嘛有妇人人掉伫遮。这个土糜看起来无轻，不过实际上是真危险。加在这两个事件，拢无人受伤，大家平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